60几岁了，我只有做过3栋房子就没有了。用竹子、茅草糊上泥土和石灰就成了房子。从前客家先民在刻苦环境中就地取材建造的川枣屋，如今已经不多见。这个100多年了，留着好了。现在年纪也这么大了。矗立在南投水里山边，使用超过100年，老旧毁坏难免，但一直还保留着先人的智慧。这种房子是冬暖夏凉，它不会吸热啊。我没有开冷气，也没开过冷气啊，我们也没有冷气啊。不拆除补强继续住，留住深具特色的客家建筑是张有福的心愿。从小跟着爷爷爸爸学会盖川枣屋的技法，已经少有机会施展。得知有老屋需要翻修，当仁不让。这个房子屋龄多久了92年、93年？90几年的房子。对。单元给我参观一下，在我们这观赏。好的，人家。好，这边请。这边请。这全部都没有破坏，只是地下以前是没有打这个贴瓷砖。尽可能不破坏原貌，是张有福抢救老屋翻修的一大原则。以前我们在看歌仔戏，都拿着刀子这么敲。屋子里处处都是岁月痕迹，厨房、浴室一墙之隔，水缸砌得巧妙。那边洗澡就那边舀，这边煮菜这边舀。但如果生活富裕些，会想干脆重建吧？这种房子不怕地震的，绝对不怕，因为它上面很轻啊。而且我们用卡榫做的榫条用那个插榫它又都是卡死的所以地震会唏唏响响但是它绝对不会垮掉。在自己的家乡、自己祖先的土地上守护老房子，张有福认为这就是他学会盖房子最大的意义。上课喽！带外头参观一下，好一片墙。带外头参观一下，好一片墙。谢谢宗仪老师。